讲守上帝的话。列王纪上12章1到24节，请兄弟同齐来读。罗安的思想，因为这类健康少时呀，要学习理解从前八年亚罗安想亚所罗门的人，招聚埃及降家。亚罗安要以埃及的事，将定结束，因这样的后以来。亚罗安就把以色列转回来定格罗安，改换
林牧师要对咱传讲上帝拯救人的旨意。下面的时间交予林牧师。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林牧师要分享的信息会分做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圣经的分享，第二个部分就是我即届去到欧洲差不多行40天的卡米诺的即个路程伫遮3角来分享。首先要来看今仔日的圣经节，兄弟姊妹，伫咱人生的即个路站，是毋是你捌有即种会拄着？就是迄个一瞬间，感觉你的世界完全变落去，分崩离析，毋知要安怎。兼猜是一场突然间迄个严重的冲突，也是做一个错误的即个决策，也是你经营真久的即个关系，伫个一刻久的时间就瓦解摔倒，也是突然间知影家己的身躯健康出问题，患病兼猜得到癌症，甚至面对死亡。这个时，咱的心一定是非常的艰难。伫遮大声来喊话：上帝啊，你到底伫叨倒？你的意思是怎样？咱是毋是捌有即款的时刻呢？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来记载以色列历史中一个非常悲惨的这个悲剧，就是大卫统一的王朝伫遮来分裂。所罗门王打过心，一个创造以色列历史非常的兴旺的这个王，一个打过心了后，伊的囝新的王罗波安要来登基做王，应该是新的气象，非常的欢喜。总是却因为罗波安一个愚妄的决策，结果互这个国家一瞬间一个分做2个，变成做2个，分裂成做北国以色列甲南国的犹大。总是一个这段充满迄个政治的观摩，也是百姓的埋怨、君王的骄傲的这段的历史的中间，圣经却安排一句，互咱听了感觉非常心惊的这个话，而且讲到咱先头拄所读的，伫个12章24节。讲到这个事出自耶和华，这个事出自耶和华。兄弟姊妹，你敢有想到你所拄着这的艰难，是毋是嘛是出自耶和华？上帝伫这项的事，要互咱伫这学习到什么款的生命功课呢？今仔日咱要来对这段国家分裂的历史，要来看起上帝拯救人的旨意，如何稳重伫人的软弱失败当中，咱要如何用新的眼光来看起上帝伫这件代志，要怎样来互咱重新搁一届活起来？首先，咱来看这段的经文，会当分做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互咱看起人全然的败坏，甲上帝为咱所准备的这个恩典，伫个第1节到15节。伫个这段经文前半段，互咱来看起人的全然的败坏。咱伫遮有看到讲百姓会当打。百姓要求新的王会当减轻因的担这是因为咱知所罗门王伫伊晚年的时，
离开上帝，伊带1000个某，伊为着这1000个某来起造这个宫殿起厝，所以才会起，也毋是伊家己起啊，拢嘛爱叫百姓伫遮来起，所以所罗门伫遮来过奢华的生活，伊阁对遐个某来起造偶像迄个祭坛，互百姓陪真当会当，所以百姓已经挡袂了啊！伫个所罗门的时，因毋敢讲啥，总是新的王来，因期待会当减轻因的重担原本是一个真欢喜的这代志，是来庆祝新的王来继位，本来就是爱大赦天下，互百姓拢会当得到讨饭。总是伫这个时，却看见新的王罗波安的愚妄甲伊的骄傲，伊拒绝这个老人互伊的建议讲，你爱好款待百姓这种好的这个良言，伊听通，甲伊斗阵大汉遮的朋友就讲，你着爱甲伊缀互死，一开始就爱甲伊缀互死，用更较严厉的话来恐吓遮的百姓，讲我的老爸用鞭来甲你拍你，我就要用芥仔糖芥仔糖大家知影是啥物啦？就是迄个有钩的那个鞭子有钩，所以若是拍落去，连这个肉拢去抽起来。这实在是非常恐怖的这个刑罚。兄弟姊妹，对这段圣经，互咱来看见罗波安伊的骄傲，伊自细汉甘着金汤匙伫遮来大汉，毋知影迄百姓的艰苦是怎样苦到什么程度。这代表活伫最中间的人性，人就想要掌权，想要爱有权利，无管别人会死我，反正死是死道友，毋是死贫道。所以如果兄弟姊妹，如果这段历史停留伫遐，咱只有看见的就是人类互相伫遮来灭亡。总是第15节，伊安尼讲着讲，王毋肯听叹百姓，这个代志出自耶和华，为了要应验伊借着示罗人阿希雅对尼伯的囝亚罗波安所讲的话。兄弟姊妹，上帝的拯救往往是开始伫个对罪恶的管教甲主宰你去，上帝主宰你去，无要甲你管。上帝主宰任凭，中文讲任凭罗波安显出伊的愚妄，这是为着要来成就伊对早前所罗门犯罪拜偶像的这个审判。上帝拯救的旨意，头一步就是拍破人掠做我靠家己，就有法度这种起造虚假的这个英华。只有当人发现家己想要用鞭加迄个芥仔糖来拯救家己，即来逼迫来压迫别人，想要成就家己的荣耀，无法度。伫个迄个时，才会生出讲想要较无迄个拯救的心。所以上帝管教是当人发现家己需要上帝，上帝的救恩才有法度临到。如果人感觉家己已经真够我毋免上帝，安尼上帝恩典、上帝拯救绝对袂临到。第二部分，咱看见人的受气，甲上帝稳默的这个掌权，伫
伫16甲20节。当即个罗伯安用即个歹声哨来遮的百姓讲话，北方就是遮10个支派非常的生气，因讲阮甲大卫有啥物关系？以色列人啊，大人返去家己的家，哇，这就是一个大的分裂。兄弟姊妹，咱伫遮看见即场的政治危机，就是因的内战内面战争的即个爆发啊！这咱无论是家庭内部的爆发，也是伫个咱济的场所，你需要伫遮来看见即种即个冲突，总是对上帝角度来看，要看见上帝为着要保存大卫的定火，来进行一场的拯救甲修正。因为咱若是讲对人的眼光来看，这是国家分裂，互因这个国家的溃烂，怎么变做衰弱总是伫上帝的角度来看，伊要拄起这个偶像崇拜的毒瘤，因为对所罗门王伫伊晚年所犯的这拜偶像的罪，已经探到真深。上帝要来铲除这个毒瘤过来，咱看见罗伯安失去伊的大片的江山，总是咱对上帝眼光来看，上帝来保留一部分，就是耶路撒冷甲犹大支派，也就是这个便雅悯支派甲犹大支派，也个互伊来保存着。对人的角度来看，迄个是国家分裂要引起内战，人的心一定非常的混乱，前途渺渺，毋知何要安怎样做。总是伫遮，咱看见上帝应允，就是弥赛亚要对迄个弥色的支派犹大来出。所以兄弟姊妹，用人的眼光来看代志，甲用上帝眼光来看代志。请问，当你拄着艰难的事，你要用对一种的眼光来看呢？伫遮，咱看见上帝拯救的旨意伫咧遮来显明。上帝用阮这个国家伫咧暂时的痛苦中来伫遮分裂，是为了要保护迄个真正核心重要的应允。如果大卫的子孙继续伫咧罪的中间，嘛是真不有因会哪来哪强哦。所以，如果咱伫罪中，上帝互咱有缘丰盛，咱会抓做这是我家己的熬，继续犯罪无要紧。总是咧，上帝互因来分裂。咱伫遮来看见后来这个北国以色列北国的以色列伫咧主前720年左右就来亡国，总是犹大上帝继续搁互永远留100多年的时间。互因伫咧亡国了后，用真正的悔改的心来要来迎接这个弥赛亚的降临。第3段咱看见上帝话语的光甲人的这个顺服。咱看见罗伯安伫遮走转去到耶路撒冷了后，非常的生气，调集18万的大军。要来发动战争，要来攻打北国。伫咧这个时，兄弟姊妹，检查罗伯安若是安尼来甲拼，检查抑阁有一丝的这个胜利会当来得胜。总是咧，百姓的心已经离开
了后，佫会安怎呢？伊检猜有可能来打败遐的即个以色列人。伫总是咱伫遮看这一场血流成河、血流规条那江河共款的即种的内战，那敢亲像美国南北战争一样，检猜这是绝对无通避免。总是着伫个即个时，上帝为领导新人属马雅去甲即个罗波安讲，即个代志是出伫我，即个代志出伫我，恁逐人转去到逐人的家。咱伫遮看见罗波安，伊伫遮来顺服听叹耶和华上帝的话语，互即个道宾来得到指示。兄弟姊妹，上帝用伊的话语，伫个最后一刻来阻止即个战争，这是上帝极大的恩典。伊拯救才会济战士免伫个内战的中间来丧心。伊嘛当咱愿意顺服。有时咱毋知上帝旨意到底是安怎，总是牧师常常甲咱讲，顺服就要带来祝福，顺服就要带来平安。这个罗波安虽然咧处理甲百姓协同的代志，显出伊的愚妄甲骄傲，总是伫个这个最后的一时刻，伊选择顺叹上帝的话。当伊放落迄个刀剑的时阵，伊就对互遐个愤怒来吞食的即个险境来拯救出来。兄弟姊妹，今仔日这段圣经，互咱上大的安慰的信息，就是即个事出伫我。上帝讲，即个事出伫我，这毋是咧讲。上帝主动叫人去犯罪，也是叫人安尼去戆去做遐个有诶无歹诶代志。这是要讲，当人犯了错误，当环境乱糟糟，当你诶人生看起来较行入即个分裂、失败的时，上帝有缘伫宝座里，上帝有缘坐伫做王，有气力有能力，会当将咱的失败来加入成做伊迄个伟大拯救计划中的一部分。咱来试想看卖，如果迄个时国家无分裂，即个罗波安必定是更较骄傲。这个犹大支派，检猜真早就安尼同流合污，消失伫个迄个历史中。如果上帝无保守即个犹大支派，当千年了后，大必的子孙耶稣基督就无法度降生伫个伯利恒。上帝永远王国的分裂。是要为着伫个千年了后，借着耶稣基督来起造一个永远未分裂、未震动上帝的国度。兄弟姊妹，请问你即时是毋是拄好伫个某一种的分裂，也是挫折，也是失败的当中？请听主要对你所讲的话，我的囝。虽然你现在无明白，总是你爱相信，这个事出伫我得掌管，我要借着这个事件，要来拯救你，脱离迄个这个那亲像凄美的骄傲。兄弟，请问你愿意放落手中的刀剑，甲迄个愤怒受气，亲像罗波安？选择顺叹上帝话一样吗？
当你愿意伫即个环境中来顺探上帝，上帝拯救甲平安就要临到伫你。愿上帝帮助咱有一粒即个智慧的心，来拄着灾的艰难的时，毋知要怎样人生何去何从，茫茫渺渺的时，愿意将生命中所有混乱交托予伊，因为伫伊的手，人的尽头就是上帝拯救的意愿。怎么我要进入第二部分，就是来思考超出人生的半段的心的徛起的所在，分享这个朝圣之旅 Camino 的路爱。伫遮我嘛要来分享上帝伫我的生命中怎样伫咧迄个失败混乱中间，将我搁一届来引带出来。伫咧决定要伫今年退休的时，我前就不断咧思考，退休了后我要做啥物，我会当做啥物。对伫教会我拢一直伫教会服侍工作36年的我来讲，我的生活范围就是教会，除了教会，犹原是教会。我非常感谢上帝，互我会当找到一个我真爱做的工课，并且会当伫即个工课做甲退休。虽然是安尼，我犹原伫即个位，其实嘛常常是战战兢兢，真小心来行，真惊出家己一句话，也是一项代志，一个决策若做毋对，若是我检查就会互人来绊倒。感谢上帝，会当真顺利平安来退休。我年轻的时，其实嘛是真浪漫，真罗曼蒂克，有梦想，是一个想要飞的人。总是后来为了顾家庭，是即个工作的关系，啥物拢毋敢想。安尼一过就36年，我的老母差不多无到60岁，伊就因为操劳过济来过身。我的老爸嘛伫70岁左右就来离开，所以当我伫咧即个 COVID-19 迄年2020年拄好60岁的时阵，我家己嘛感觉身躯非常的无爽快。常常感觉讲检查我嘛是差不多爱时间到感谢上帝。伫咧迄个时，我看到讲安尼过60岁以后，我拢爱算趁着趁着就爱好好来规划。感谢上帝，伫咧去年8月，我参加中会的一个牧家的旅游。我听见一个女牧师伫遮分享讲，伊就是今年2026年4月，就因为伊的工作伫遐教会工作结束，要休困一段时间，伊想要去西班牙行迄个法国之路，40天的朝圣之旅，Camino 的路，我听了非常的欢喜，因为我安尼真意爱。就足想要参加，将即个计划放伫咧祈祷中，搁来甲厝内底的人来沟通，最后决心伫咧小会来提出，要伫咧退休前请假2个月。感谢咱的小会，咱的教会，用阮我安尼算讲很任性，很任性的人，总是感谢。搁较感谢上帝开路，互我的厝内底人本来曾牧师是真反对，因为我有血糖悬的即个血糖是较悬，总是
伊无爱我出去汉久2个月，总是挡袂牢我安尼磨，我会坚持，后来伊就同意。感谢主，后来曾牧师嘛有赞助我6万块，阮囝、阮家因嘛赞助我5万块，阮姐姐嘛有赞助我，阁有兄弟姊妹一寡即个赞助，互我即届出去啊其实阁有剩一丝仔转来啦，时常感谢上帝，会当后一次阁要出发。因为即个按算即个专程，拢爱派即个行李，安尼派行李来行，并且每一天差不多爱行20几公里的路，并无轻松。所以伫要出发前3、4个月就开始有即个训练。迄个吕牧师伊伫咧淡水国语礼拜堂伫遐服侍。因教会有一个长老就伫咧真理大学咧教即个健康管理的课程。因伫咧教会有一个登山队，叫做象山举目，象山举目的即个登山队，即个周长老就特别为着阮即个行程设计7届的训练，阮爬过二子坪。13公里对牡丹行到高东15公里，对即个溪州山到即个慈湖嘛13公里，对淡水行到观音山爬迄个硬汉林13公里，对冷水坑擎天岗风过嘴，搁去到安尼踅一连，等于行一连，搁有去大溪、宜兰大溪到桃园山到大理，这第7届去爬迄个大屯山甲二子坪，所以遮的7届的即个山训，拢是足扎实，有一2届，阮嘛是共款背即个行李，安尼咧行，安尼咧行。各位你毋通看13公里哦，你若是13公里真简单，行平路真简单。总是你若爬山你若爬山1公里，差不多爱按算45分到1点钟久，行迄个爬迄个悬的山所以阮感觉伫遐有真好的即个训练伫咧这40天行落来，我的脚无起迄个水泡，敢若小拇指一丝丝的水泡丽娟有互我一个水泡凝胶，我抹2届就好我排迄个行李嘛无安尼腰酸骨疼安尼算起来状况是袂歹。阮的行程阮4月1号到8号就先去到荷兰，住伫迄个亚会牧师伊的会友伫荷兰阿姆斯特丹遐，然后4月9号，他对阿姆斯特丹坐火车到即个法国的皮尼牛斯山的一个小镇，叫做圣让皮耶德坡简称 SJPP。阮伫咧即个伫咧阿姆斯特丹要转迄个车去到法国的时，伫咧法国嘛拄着一项代志，就是阮安尼入去要换车，结果对火车要换到地铁，结果阮就迄票毋知安怎弄袂迄落阮就安尼缀人入去，结果怎么要出去？怎么要出去就想讲这应该无共款，爱买票就去买票，结果我的手机无法度买票，因其他的4个人阮4个人3个拢买票买好势，敢若我的手机无法度买票即个亚会牧师就带我去问讲要问迄个站务人员，看要安怎买票
结果法国的即个政务人员啊非常的严格，非常的严格啊，讲你安尼叫做逃票，你已经入去内底无买票，就入去内底啊，你算逃票，罚50欧。欧元50欧，伊讲你若无买，无买罚钱，你就徛伫遐，到时看你的火车安怎？火车是安尼连接啊，所以阮只好着，罚钱罚的，伊带阮去啊，阮呢足紧张的，安尼走啊撞到换迄个地铁，毋是伫内底换，阁爱行一段路，去换即个火车的时阵啊。你去1分钟，火车来实在是感谢上帝，是啊，各位也该去法国爱真注意哦，迄真严哦，你若是毋知影安尼无买票就入去，你会向罚，好，安尼我小可先来分享即届的即个对 SJPP，就是朝圣者的即个办公室来买即个这叫做护照。你去到逐所在，拢爱伫个护照内底转印啊！我头拄仔要提到我袂记哩拢爱伫个遐转印啊，到后尾伊要看你拢总转偌济印啊！然后这正式踏入法国之旅。阮第一天这是住伫个即个欧里省即个所在，差不多8公里，因为另外先行一半，试看卖，这是住伫遐的即个庇护所，路拢行的真侪即种的石头啊路，石头啊路，逐工行的拢是安尼，安尼对遐一直行到热长，有当时行到毋知影啥物是一个头，毋知影啥物是一个头，差不多逐工拢行同款的路，看同款的即个风景，总是逐工咧行的是思想上帝恩典甲疼爱。这是阮食的米，我真爱食迄种的内底掺饮水豆，内底掺饮水豆，阁有盐泉，这朝圣者餐我写讲对14欧到25欧。差不多拢有饮料，饮料看要果汁还是红酒，因为红酒、白酒比迄个白滚水搁较俗，比搁较俗，红酒面包、主餐有牛排还是鱼排，选一项，有的是搁有一撮甜点，亲像安尼鸡卵糕，这是朝圣者餐，我嘛食了真惯势啦，这就是嘛有家己煮的时，家己煮省真大，像阮去市场买迄中间迄叫做伊比利猪啦，西班牙上界出名的伊比利猪，家己煮嘛有煮蒸牛排，嘛有蒸羊排，家己省很大，阮5个人平均一个人5到10欧一顿。有当时个人到第2天个人加减食，当早餐，做早顿，来，这就是阮大的庇护所，安尼一间房间，大部分拢上下铺，亲像安尼一间足侪面床，大家安尼大有的人就是会哭啦。所以就讲你爱炸耳机啦，话毋是耳机，耳塞，你爱炸耳塞啊若无有的痛，讲甲下暗拢困袂去，差不多拢是迄个大部分拢住即种的，阮嘛是对9欧到18欧拢住过，若较好就是譬如讲，阮5个就迄个租一间厝。租一间住一暗，迄就较贵，差不多拢20欧起跳，20欧起跳。这潘普洛纳，这个奔牛城，这伫个若拄着大城市，差不多拢会加大一角。西班牙的潘普洛纳，
伫遐阮参观足侪间教会，吼即种的教堂啊，吼有诶需要就是爱进场要参观费，吼爱钱，吼这拢是伊的教堂。至少每一个城市，至少拢有一个即个钟楼的教堂，有诶嘛装潢非常的水，吼总是参加弥撒的人真少，吼亲像阮即届4月19号即天去到即个参观去遐做礼拜吼结果迄个神父佮服侍人员。佮阮3个朝圣者3个去，规个拢总遮尔大间的教会12个人咧做弥撒，12个人，所以伫个欧洲，这是一个真大的危机。教堂开遐尼大间，遐尼水，总是参与礼拜的人真少。这是一种信用真大的危机。这伫个维也纳的所在一幅即个图，讲着人怎样对即个亚当夏娃为着趁食，为着即个生活的劳苦，然后行即个朝圣之旅。这幅图我真喜意。伊个遮看着讲这是哪亲像一本动态的历史加信用的册。将这个圣经故事、朝圣的传统，甲这个当地的地标融合在一起。伫个这是这个图的这个意思。大家小可看者就好。阮平均因为我后来一寡数字列袂出来，差不多行3万几步，4万。敢若5万步是足少的啦，一日，一日，差不多原则上拢是2万、3万、4万拢有，这个步数一天差不多，这伫个这个里昂的这个教堂，这是非常大间的教堂，是一个这个真伟大的设计家叫做高第。今年就是高第这个建筑师过世100周年，伊所设计一个伫个巴塞隆纳的圣家堂，我嘛有去参观过。圣家堂到现在还搁咧起造，到现在还搁咧讲话。所以下届有机会，我较搁甲大家来分享圣家堂。这里昂这。你去参观阮8欧爱8欧你去的参观会这教堂上界大一个设计就是它的那个伊的这个这个玻璃彩绘玻璃，伊会随着会对这个日光来有迄个各种无共款的变化这个这城堡。这叫做这个骑士团城堡，足大的，非常的欧洲真济这，这是伫个路上翕的一寡感觉趣味，这个朝圣之路的这个地标，阮的目的地就是要去到圣地亚哥，大家小可看者安尼，这是毋惊迷路，因为沿路拢有遮的贝壳。搁有即个指标，有看到迄指标，咧指引沿路差不多，毋过就是伫个分叉的路上，要行即条还是行迄条，家己着爱小心，即个路标，这是佳音甲我做的即个Q 版的，Q 版的即个朝圣之旅的路，我差不多差不多逐工拢是差不多6点半出发，所以6点以前就爱起来，5点半左右起床，6点半起来，6点半就出发。有当时因为迄个西班牙7点
较有日头较出来，所以有当时啊，佮爱用头灯，吼，有当时啊爱用这个头灯。我头前讲有一张用头灯，吼，嘿，啊，差不多行到1、2点，上晚目行到3点外，要4点，到庇护所，吼，到要大的所在，才会当休困。啊，你若是一入去啊庇护所登记了后，吼，啊是着爱较紧洗身躯，因为人真济，吼，有当下你着啊洗迄个衫要洗衫吼，衫煞无所在通披，吼，所以上好你较紧洗身躯，紧洗衫洗好好，然后你会吼爱按摩你，哦，为什么我会吼我无迄个水泡，没有水泡啊，吼。就是逐工一定拢爱按摩，吼，按摩你的骹，啊无就会抽筋，吼，有当时啊骹就会抽筋，吼。好啊，进入吼5月16，进入最后100公里，吼，这嘛是佳音做的，这阮吼拢总5个，吼，行这条路有5个，啊去阿姆斯特丹4个，啊行这条路有5个，吼。咱看讲，这吼不是一条易路，吼对遐行到遐安尼吼，讲没有疼痛就没有荣耀，咱的人生嘛是同款，没有疼痛就没有荣耀，吼啊，这嘛是佳音做的 Q 版的吼，后到啊5月20号迄天哦5点半就出发。吼，所以差不多4点外就爱起来，吼，伫遐吼，抑个迄落啊吼，抑个黑暗暗，遐有一只讲立约的公鸡，讲我一定要走完，一定爱行完这个行程，吼，伫遐我领着2张的证书，吼，这就是圣地亚哥的大教堂主座教堂，吼，吼，这就是圣地亚哥的迄落，吼。啊，这条路吼，对 SJPP 行到圣地亚哥，差不多780公里，吼啊，然后780公里，搁加200公里，就是要到世界尽头，吼啊，毋过咧，阮吼无搁行迄个200公里，参加1日游，吼，就对圣地亚哥坐迄个巴士，吼，坐巴士。来到这个啊世界的尽头，就是1日游吼啊！伫遮嘛，互大家看几张1日游的这个相片吼。头一站中5世纪的这个啊桥吼桥梁，这个保存啊吼真久的时间。第2站这有一个渔村叫做穆罗斯渔村，吼讲遮有一个神庙。神庙的故事，第3站讲这是欧洲非常大的这个仓库谷仓，非常长的，在欧洲数一数二，很长的。你看迄个图，那个仓是那么大，这第4无仓库谷仓库，这个讲非常的奇特的瀑布。讲是世界真出名的欧洲真少数直接进入大海的这个瀑布，啊，伊的石头非常的无同款，啊，这第5站这就讲就是世界的尽头。为什么讲世界的尽头？因为讲罗马人因征服军队来到伫这个所在。看到头前拢是茫茫大海，就想讲啊，土地无土地啊，无地啊，啊，这就是世界的尽头，所以而家讲这就是世界的尽头。啊，这个内底那个啊，扇贝壳伊迄公里数就是0，啊，这非常的大，然后。第6站，我伫遮佮领着证书，领着证书啊，对，啊，所以啊，这就是非常简单，啊，伫遮来甲咱来分享，啊，因为今仔行一段所以我小可佮来分享一次啊，
伫个行过这40天，应该讲拢总后来搁去马德里甲巴塞隆纳我是4月1号出去5月28号回来到台湾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血糖的关系我的同伴唔敢带我去唔敢带我去，因讲我的血糖伤过悬所以因就讲还是回家我想会好啦嘛回家我回来时就赶紧走去验医节遐捏头毛，因为我感觉我知影家己不像人不像人样所以我就紧去头毛加加互底然后迄个对，搁去大秀珍遐做一个面所以礼拜互恁看起来小可滚，迄个面小可迄个滚若无就敢若流浪汉共款毕竟伫遐呢行迄落所以伫即个中间今仔日咱的主题讲到上帝拯救人的旨意，我伫遮来回想伫我过去60年的即个日子，上帝至少伫我的生命中，嘛有几解，互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即个拯救。比如讲我伫大学毕业了后，真迷茫，毋知影要做啥物，毋知影家己会当做啥物，嘛毋知影到底要做啥物。我毕业了后，嘛换几下工课，无一个做满2-3个月，拢差不多3个月以后就是我转来厝的时，我妈妈就笑我讲：你一年换24个头家，年底搁转来食尾牙。后来，阮老爸我的爸爸介绍我去台南一间独立教会，伫遐因为迄教会需要干事，我伫遐就去迄教会做干事。伫迄2年的教会的生活甲社区的服侍，我找到家己爱做的代志。我知影家己想要做啥，爱做啥，会当做啥，所以我就过去读即个台神的研究所。研究所毕业了后受派，伫个七星中会上溪教会伫遐服侍，嘛伫遐任捌共中会的庄家信牧师，所以咧，你看我大学毕业的时，我毋知影家己要做啥物，总是上帝引带，后来互我找到即个我爱做的并且嘛找到人生的另外一半。我阁想着讲，伫我18岁的时阵，阮兜拄着一个非常大的灾难，就是迄个定了我受气的小弟，伫个放暑假的某一天，伊甲朋友去爬斗受水淹死。伫死亡的面前，我的心内是非常的惊，非常的空虚。因为无法度来明白，昨甲我冤家甲大声细声，迄个定甲我咧争东坐西，我定甲伊争啦，毋是伊甲我争，是我定甲伊咧争东坐西。迄个小弟，今仔日是安怎？我对学校迄个暑期辅导转来了后，伊就无去即种的我感觉讲，哎哟，我哪会遐尼爱计较？我是安怎？为什么？哪会对阮弟弟遐尼无好？哪会无好好照顾伊？迄种的即个感觉愧疚，迄种的感觉家己责任安尼拢无好好做，那亲像石头缀伫我的内底。即个代志经过20年了后，阮伫个台北仁爱教会伫遐服侍。伫迄年就是我。福音伫巴肚内底差不多6-7个月的时阵，教会伫迄个双溪遐有一间叫玛纳的迄个教会，就是伫遐会用灵修的所在。教会青少年去遐来举办培灵会，邀请一个有讲语言文字的牧师，外国牧师来服侍。即个聚会，我嘛去遐斗3工，甲因款东款西，准备3顿，互遐个年轻人
少年人踮咧遐会当好好灵修会。所以无用煞，迄牧师啊，伫遐为遐个少年人，伫遐一个替因讲语言祈祷。然后我拄好坐伫遐咧休困，伊就讲来，伊要为我来祈祷，我就去哩，我就去牧师遐，伊看手伫我的头壳顶，即个牧师伊袂晓讲中文啥，拢袂晓，因师母用迄个北京语翻译，牧师讲英文，伊用北京语来翻译。伊一开嘴就讲：你无需要搁为着你小弟的死，伫遐来自责来流目屎。伊已经伫个国外主耶稣遐。这牧师迄个话一讲出来的时阵，哇！我的目屎若水龙头流袂止。20年来，迄种的重担内底石头，安尼敢若落落去，所以兄弟，迄年我怀福音的时38岁，对18岁到38岁，整整有20年的时间，我的小弟来死，一直是我内底上界疼、上界大疼。我无法度放过家己，就算讲迄个时我做传道、做牧师，嘛已经10年的时间，总是一直到即个牧师为我来讲即个语言的时阵我较知影，原来我所服侍的上帝是搁真搁活的上帝，是搁真搁活的上帝。迄个牧师接续搁甲我讲一个语言。伊讲：你会离开即摆的教会，上帝会引带你去到一个搁较下你的所在。即个语言伫个1年半了后来应验。当时阮迄个仁爱教会小会表明无要搁再续聘。我虽然伫早就得到即个讲上帝会带我去好的所在。总是我的心内底伫迄时有缘含入真心的惊吓，因为3个囡仔，阮家因迄个时小学2年，家因小学1年，福音1岁外，到底是要去倒落咧？我完全拢毋知。总是上帝恩典来得比想象中搁较紧，无偌久。我祝长老就甲高文尧长老来仁爱教会遐去找阮，就讲要爱阮来后补。阮等于是7月离开离职，9月就伫个后补教会伫遮来就任，安尼一大就是26冬。我阁想到阁一项事，就是15年前。曾牧师拄到一个真大的冲击，就是马街的事件。当时教界来讲伊，安尼凊彩讲团家规个安尼讲伊要侵占马街病院。哇！咱想看觅，咱曾牧师敢有迄个气力来侵占马街病院，用遮尔大的帽放伫伊的心情，讲伊爱严厉来甲伊处罚。严重的是有可能北牧师节。迄个时我几礼拜困袂去，无法度困，目睭一闭，就足惊的。我会当知影啥物叫做惊吓，定，迄个时有几工，目睭是安尼，到天光也无法度闭。一粒心敢若活入迄个深渊内底，足惊吓的，毋知讲到底会安怎样。我真担心曾牧师伊的心情，嘛担心阮的3个囡仔要安怎。迄个时佳因抑阁毋知大学15年前，以及阮家庭的经济。因为迄个时律师一直讲改告，你一定会赢，改告。我足惊告，因为你是上法院迄律师费就毋知影要伫个迄个时，我发现着一个危机，
就是我的银行簿仔内底无半仙钱。我咧想讲，哇，啊遮惨啊！啊，万一若是真正有啥物款的代志，啊，我啥拢总无，我啥拢总无。所以对迄个时，我开始思考上帝，你爱我伫这还是啥物功课？理财的功课。哦，我家己想讲，我后盖要过啥物款的生活？我期待我退休了后，毋免甲人伸手，哦，毋免甲人伸手，我家己会当有即个底气，哦，所以感谢主，对迄个时，上帝互我开始讲啊，我要怎样好好来将我有限的即个即个钱来伫遮来调理，哦，所以到今仔日退休啊，我嘛家己会有一笔会用管理的钱，虽然无偌济。总是至少我袂阁再担忧，所以伫遮兄弟姊妹有一句话讲：意外甲明天，意外甲明天，你毋知影对一个会成到，无人会知。总是人生要拄着什么代志，咱无法度来预料。总是你一定爱相信的，就是咱的主上帝，伊是管理。掌管民仔财的主，如何来面对咱的责任、经历甲民仔财，心态非常的重要。你爱对你的心讲话，讲什么？你爱甲伊讲，耶稣讲，若毋是出自上帝应允，一只七鸟仔拢安怎？拢袂加乐，拢袂加乐。你爱甲你的心讲话，我。比七鸟仔搁较贵重，我要活伫咧上帝疼甲保守的内底。所以今仔圣经一句话讲，即个代志出伫我。上帝伫咱生命中，毋是每一天拢是好天，有时落雨，有时风台，总是毋免惊，毋免论，咱的心态介重要。感恩知足，凡事交托，因为你家己无法度做啥啦。伫咧大灾难来到时，你无法度做啥。靠主喜乐，常常祈祷，无管环境好歹，你爱相信上帝旨意上介好。你爱相信上帝稳定到也用。咱要伫咧做疼内底，在下艰人，拢要变成什么？稳定甲祝福，稳定甲祝福，爱相信上帝要予咱的，就是稳定甲祝福。这是我30年来牧会的理念，我嘛用我的人生来实践，我嘛看见上帝用美好的应允来回应我。伫人生的下半段，我相信这个疼永远无停止。稳定要加上稳定，亲像海涌一涌过一涌，一涌过一涌。上帝稳定，若要安尼丰丰富富、充充足足来祝福伫恁以及恁的家庭，咱三甲来祈祷。请阮的阿爸阿爸上帝，我要学乐你，我要感谢你，因为伫咧历史的混乱中。甲人的愚妄内底，主你悠然掌管，感谢你透过以色列因的训练，互阮看见你稳重伫咧伫咧内底内面的迄个救赎的旨意。主啊，当阮的生命拄着风影，拄着大风暴，阮的关系破坏，也是为着阮家己的失败，伫遐咧懊恼的时阵。求你对阮的心讲，这个事出伫我，这个事出伫我，愿阮会当伫咧迄个时安静落来，伫安静的中间，阮要得到拯救，阮要放落家己的血气，甲迄个战争，阮单单要来顺服，我靠你的话，阮要伫你的管教，甲你的引带中，要来经历迄种的。会将失败来变成做得胜的拯救。主啊，
愿满心感谢你。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